來看基隆在去年底發生這水道水油污染事件，影響到基隆10至15萬戶的民生用水。檢方調查發現，這眾成等公司假稱運說是偷排廢油不法所得，賺超過4億。今日甲偵結，甲這4間公司含28個人，依照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訴，聲稱扣押不法犯罪所得含油罐車等設備。一來這基隆市政府也甲眾成的這個程度許可證甲規個撤銷。那個造成自來水油污染的基隆眾成公司，包括油罐車含油槽，都已經為封鎖線攏總封插扣，規個廠區已經封圍起來，無看到人啊。因為這間公司去年底引發自來水的油污染事件，影響基隆含10至15萬戶的用水，涉案的相關人士差不多攏封成案，才被檢方起訴。執行4波搜索，28名被告及4間公司涉有廢棄物清理法、水污染防治法及刑法公共危險等罪而起訴。檢方對查眾成含遠景2間合法的清除機構、含台清清除含處理機構、含固定再利用機構，形成犯罪的產業鏈。眾成含遠景生在港區收存的廢油燒燃物料後，各位甲乘運車的 GPS 關掉閃客查，眾成這個廢油收去收坑者，這個偷排去溝啊，流入基隆河造成污染。我們已經請基隆市政府這邊撤銷降成公司的清除許可證。我們態度上面就是嚴懲不罰。我們發現到這種跑空單的狀況，就是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的規定，他申報不實，就是涉及到刑法。對這個重大油污案，環境部是強調嚴定不法的態度。案發的時陣，台水公司針對受到影響的用戶是提出水質減免的措施，佫證實水中油監測儀才儀器。嘛強調等專案司法判決了後，會依法來求償。八組抽水站呢，設了原有的那個燃油省之外呢，那我們有加設吸油棉等設備來阻隔。另外在八堵抽水站，還有新山淨水廠，還有暖暖淨水廠，也都設有水質的那個監測儀器。即擺迄當準防污染的石碇內大牌已經開好，因為基隆市長謝國良捌講，若真是眾成是源頭，會考慮依法甲因罰上懸2000萬。對這市府強調講，案發了後，含基隆地檢署是密切配合，會佇起訴了後2天內公布裁決，才到早起10點嘛，佇市府舉行記者會來說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